60週年足總杯嘅決賽比賽喺旺角大球場度踢㗎，由大埔對住東區區隊打比嚟㗎。咁所以見到今日咧都非常之多球迷入場啊！東區就會着起佢哋嘅紅色波衫啦。見到賽前啦，堅 Sir 咧神情都幾輕鬆㗎。雙方隊長亦都帶隊進場啦。大埔嘅隊長就係伊高，東區嘅隊長就係艾里奧啊。賽前幾招咧，兩位都話唔會留手㗎啦，即使以往做過隊友啊。亦都見到東區嘅主教練吳偉超啦。成軍第一年咧，已經帶到球隊入到足總杯決賽，絕對唔簡單㗎。率先嚟料係大埔啊，沈善今日踢個正選右翼嘅位置，射穿咗幾個㗎啦，最後就中柱啊，爭少少咧可以開波早段就先開紀錄㗎啦。之後到大埔嘅角球攻勢，咁啊幾下角球都好有心思㗎。呢下門前咧就改變咗個方向，最後個波中楣㗎，爭少少就收死保羅㗎啦。見到馬高斯山道線門前就加咗腳㗎。之後死球攻勢，衝到埋後柱，加比爾將個波撞到去尾柱，陳少君伏兵遠處一撞入網。上半場開個波大約3個字到嘅啫，已經可以先開紀錄啦。今場波咧，菲利係踢個正前鋒嘅角色㗎。賽前大埔有盧卡斯啦，同埋添姆高夫斯基已經離咗隊㗎啦，所以菲利咧就要客串踢呢個中鋒，效果幾唔錯喎。經常有同大家講啦，定啲，踢決賽咧最緊要係淡定，有錢剩啊！但係呢度咧，大埔有個失誤，李奧一路擸住個波，同翁家希本身有個2打3，大下，越大越慢，最後自己左腳一射更加係軟弱無力，唔中目標添，浪費咗個咧好好嘅反擊機會。大埔今日咧繼續係用盧少奇踢正選㗎，之後去到左路繼續有攻勢啦，帶到埋嚟一個 cutback，帕特華維迪嘅射門過唔到第一關，唔緊要啦，又係佢啊，陳少君。上半場補時階段㗎啦，47分鐘㗎啦已經，門前執雞成功啊！頭先伊高攞第一下攞得好靚啊，一攞已經過埋羅潤豪㗎啦。之後帕特華維迪嘅射門過唔到艾利奧護空門成功㗎啦，但係過到初一就過唔到15啦。菲利伏兵遠處，又係再一次執雞成功啊！如果齋睇上半場咧，相信大家會覺得哇，大埔應該坐定粒六㗎咯喎，堅 Sir 半場亦都幾輕鬆，玩下水添啊！半場嘅時間咧，東區就換入咗楊卓君㗎，入替咗何家志，入到嚟咧幾有表現㗎。呢下爆啊！韋法頓咧本身爆唔成㗎啦，韋法頓就一路食住個位，有少少掹衫㗎呢度楊卓君，但係球證冇吹罰喎，佢揾到安迪第一時間射門咧就過唔到盧少奇啦。呢下掹得幾明顯㗎，咁但係旁證冇事啦，球證亦都冇吹罰，安迪就有理冇理做個射門先啦。盧少奇呢下撲救咧亦都係非常之高水準。之後到華倫天奴啦。一個 cutback 揾到安迪，但係今次射門咧，可惜啲人撻咗 Q 啊！嚟到下半場咧，東區係明顯加快咗個進攻節奏㗎，見到佢哋攻勢多咗啦，射門亦都多咗，咁但係咧就失住交臂啦幾下都。之後有不愉快事件啦，大埔呢邊伊高唔好彩啊，落地之後咧就整親右邊嘅膊頭，要由寶蓮路入替㗎。之後東區嘅角球。出到埋嚟中間嘅位置，有個混戰產生咗嘅，咁啊有球員示意為手球喎咁樣，咁球證咧係俾比賽繼續咗先，然後吹停咗去 VAR 咧嗰度去 check 嘅，咁啊 check 咩咧？到底邊個手球咧？咁樣，最後 check 翻啦，原來呢度揼到埋嚟咧就大埔應該係費蘭道啊，有個手球，最後咧就吹罰12碼。賽事尾段㗎啦，華倫天奴射翻自己左手邊入網啦，時間係88分鐘。下半場嘅補時咧係有成10分鐘咁多㗎，即係對東區嚟講咧係好多時間可以追㗎。咁球迷都一鼓作氣啦，不斷鼓勵球隊繼續攻，繼續攻。呢度盧少奇同加比有下誤會，華倫天奴對住個空門過唔到杜國良啊！後備入到嚟做英雄啊！杜國良呢一下養傷咗大半季㗎啦，最緊要嘅一腳啊，可以話呢一下真係救翻球隊一命啊！因為加比爾同盧少奇嗰下誤會咧都幾大誤會嚟㗎，大家見到經常問仲有幾耐，補時10分鐘點解好似10年咁耐嘅？嚟到尾段不斷用高波啦，東區 set 翻過嚟，李奧咧射門亦都係唔中目標。跟住大埔有個反擊㗎，保連奴推到入禁區，避過埋保羅，跟住倒地之後咧就判咗12碼啦。經常話掂啦，臨尾又問個12碼，就應該冇乜問題啦啩。球證咧又話要睇 VAR 喎。睇完 VAR 咧，發覺虛驚一場啫。對大埔嘅球迷嚟講，睇完之後咧，佢照舊判12碼㗎，冇推翻到自己嘅判決。保羅就當然唔同意啦，12碼由馬高斯山道士去處理，射中咗條眉啊，就慘啲啦。本身咧可以令到場波提早放入雪櫃㗎啦，去到3-1的話，但係去到2-1咧，令到一眾管理層哇都非常之可惜啊！見到，但係最終有驚無險，又到終點。
大埔咧就成功成為咗今季咧本地杯賽嘅雙冠王啦。本身已經有高級咗銀牌喺佢哋嘅袋入邊㗎啦，而家攞埋足總杯咧，亦都成功令佢哋可以再次獲得亞洲賽嘅資格。費蘭道就梗係感謝主啦。米法頓今日表現亦都非常之唔錯，當然英雄就有佢哋兩位啦，盧少琪、杜國良。賽後咧，無論就係見到一眾外援球員都攬攬啦，亦都有啲男兒淚擠咗出嚟啦。無論下一季嘅去向係點，相信對大埔今季咧都係非常之完美嘅結局。陳肇鈞亦都獲得今場波嘅最佳球員。最終今季冠忠巴士60週年足總杯嘅冠軍係大埔。